中国福建公布新一波的惠台措施，鼓励咱的护理人员到对方去就业。讲这医师若伫咧台湾无行医的资格，只要通过中国的考试，就会当伫咧当地看诊。农委会批评讲，这种惠台的措施对台湾人已经无用效了。 中共解放军联合来舰围台军演，海空逼近起无空，不过才展现军力尔，扫落来煞摕好空来城。 两方融合的基啊，中国福建阁有新的惠台措施，包括鼓励护理人员伫咧福建就业，各讲会当照学位，享受13500到18000台票的就业奖金。而且若是有养老服务的工作经验、较年限甲技能的残疾，阁会当摕4500到45000台票。除了现金，嘛上准医学生只要学历有经过中国教育部认证，伫咧福建病院实习满1年，考核通过，就会当直接参加中国医生的资格考，伫当地就业。不过立委 讲，这根本就是讲的比唱的更加好听。用经济来压迫台湾也是不在话下。那我们也看到惠台措施是一波接着一波，不过都是为了来转移他们内政失灵的焦点。不需要为了政治考量、选票考量，就马上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是统战。”统战的意思就是叫你不要去哦。 到底敢是新的一波统战手法？陆委会嘛发声明指出，根本就是中国的经济礼拜失业增加，加上独裁体制，所以惠台措施对民众就成袂叮当，真歹达到暗算的统战效果。若正中共嘛针对首来族开放上千的景区免费入场1年，最后结果嘛是双边空。基层的护理师、专科的护理师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的照顾，目前在基层 护理人员的人力荒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。惠台措施的背后有政治目的，不是头一届，详细来评估，才通好闪开陷阱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